大家好，歡迎返嚟講鬼嘢話，我係你哋嘅主持人老師發。踏入2026年，我祝各位新嘅一年心想事成，身體健康。旺角，香港最熱鬧嘅地方，日斗人山人海，夜晚行街食飯，個個笑到碌地。但你知唔知呢度夜晚11點之後，朗豪坊嗰條通天電梯會帶你去一個唔同嘅世界。今日第11集講旺角朗豪坊8樓電梯鬼真人真事。聽完你敢唔敢再去行街？響未開始故事之前，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嘅講鬼夜話頻道，俾個 like 支持一下我哋，同埋可以分享俾其他人。朗豪坊2004年開，原本係上海街紅燈區，夜總會、芬蘭玉滿街係，日治時期更係黑社會地盤。拆樓興建時，傳聞8樓施工，死咗幾個工人，個個都係半夜跌落去，屍體血肉模糊。發展商為咗趕工，夜晚都趕緊趕慢，結果8樓變猛鬼樓。之後開商場，呢層做辦公室，但夜晚加班嘅人總話電梯怪怪嘅。唔止結構傳聞話樓要倒，其實係陰氣太重，電梯變通道。第一個真人真事發生響2010年代初期，有個 OL 叫保利，響朗豪坊8樓一間小型 marketing 公司做文員。嗰晚10點幾整緊報告，加班到成個 office 得佢一個人。外面啲燈關咗大半，只剩低電梯口個藍白色應急燈。佢收埋電腦，行入電梯，自言自語講：終於可以返屋企瞓覺。電梯門慢慢關上，冇人講嘢，得條風聲由冷氣口滲出。佢跌咗個袋，彎身去執，一執起，發現電梯跳咗2下，顯示屏由8變7，又閃咗1下，再變成冇顯示。佢心入邊有啲不安，連忙按1樓，電梯慢慢落住，叮一聲，門開。出面唔係商場，係條又窄又黑嘅走廊，燈一閃一閃，好似舊唐樓嗰啲長走廊，空氣好冰，好似有人開咗冷氣，仲有股淡淡嘅香水味。早幾個鐘頭同事用過嘅香，好似有人企響附近。保利忍唔住行前一步，個心越跳越快。佢見到盡頭有啲燈閃咗2下，照到個着白色連身裙嘅女仔企咗響度。佢以為係有工人清潔，但越嚟越唔對路。個女仔慢慢抬起頭，側轉身，臉冇眼界口，淨係白白一片。保利嚇到想叫，冇聲出，勉強按閂門掣。電梯門關得好慢，又響門關實嗰下，佢聽到身後有聲叮，好似有人再按咗電梯掣。電梯又震咗1下，落返1層，門再開，就係正常商場個大堂。音樂播返出嚟，佢衝咗出去通知保安。保安淡定講：唔好胡思亂想，8樓啲電梯夜晚成日咁。但事後保利唔敢再一個人加班。有啲同層公司職員話，夜靜時電梯有時會去唔存在嘅第9層，門開出嚟就係異空間。有人話傳聞入咗去出唔返嚟。第二單響2018年發生，阿明同佢女朋友阿詩夜晚11點左右響朗豪坊食完甜品，想行陣街消化下。旺角夜晚嗰陣好多人行，霓虹反光照到人人個樣都紅紅藍藍。行到奶路臣街，阿詩突然皺眉，用手叉住太陽穴：我好頭痛啊，可能落雨氣。阿明以為太疲累，提議坐地鐵返屋企。佢哋慢慢行去另一條街，途經舊樓位置，啲燈光開始暗，行人少咗。突然阿詩停低，眼神呆晒。阿明拍下佢膊頭：喂，咩事啊？佢冇反應，嘴角喐咗幾下，啱啱好似講咗句：我哋返8樓啦。嗰度好靜，個聲唔係佢原本啲語氣，叫出嚟又重又沙。阿明成身汗，心入邊閃過朗豪坊8樓個傳聞。佢一邊驚一邊硬係拖佢去旺角站，但係佢女朋友越行越慢，好似有股力拉住佢向後。行到地鐵口前，阿詩突然仆倒，面色蒼白，周圍途人圍埋嚟，有人打電話 call 救護車。過幾分鐘，佢突然呼吸順返，醒返，隻開眼問：我哋啱啱唔係食甜品咩？點解響度？完全唔記得啱啱發生過咩事咁。之後阿明陪佢去瞅醫生，身體冇問題，但呢件事佢哋傳咗俾朋友聽。有人話8樓施工死咗幾個工人，就係住響隔離街舊唐樓嗰邊。死前其中一個最後一句都係：
返8樓休息。自此之後，夜晚經過嗰段街，好多情侶都話覺得冷風吹過，背脊一涼，好似有人響度等緊人帶佢返去。第3單發生響2020年疫情嗰陣，夜晚成個朗豪坊得返好少人，商場早收，保安阿強嗰排啱啱調到嚟，啲同事成日講笑話8樓冇人敢巡，話夜晚有啲客仲未走。阿強唔信，覺得啲人講大話嚇新人。嗰晚11點幾，佢按慣例巡樓，由11樓一路落到9樓就聽到啲怪聲，好似噼噼啪啪麻雀聲，由8樓傳上嚟。佢心想咁夜邊有鋪未鎖，於是走落去望，電梯門開出，成層得幾支冷白燈，地板反光，好靜。但一轉角，佢真聽到聲音，有人笑嗰種沙啞聲，夾住啲碰杯聲。阿強順住聲行去，入咗前鋪位舊茶餐廳門口，啲玻璃反射出光，入邊空蕩蕩，但係台上放住4隻麻雀碟，有啲啤酒罐、煙頭。佢一眨眼，似乎見到4個人影坐住打麻雀，手喐喐下，仲傳出食糊啊呢句聲。佢越望越毛管動，攞住手機開閃燈影低，閃一閃，畫面瞬間變咗4個人影唔係人，變成4團白氣，身形似清末啲服飾，節都紮起，個個笑住望向佢。當中一個好清楚，伸手出嚟，掌心向上，好似想收錢。阿強嚇到當場砰一聲跌咗部手機，閃燈閃多2下，再抬頭望，台上咩都冇晒，得張舊台同啲塵。佢拾翻部電話，畫面定格嘅閃光影嗰刻，4個白影好似薄霧一樣圍埋。第2潮，阿強即刻去辭職，連制服都唔着走。之後商場啲老職員講，其實8樓嗰度以前係紅燈區地下賭館，夜晚收鋪之後，啲鬼都照樣打返幾圈。日頭商場光猛，佢哋被入場，夜晚冇人就出嚟等人幫佢哋買馬。你問點解8樓特別猛？因為嗰度底下正正就係當年嗰幾棟唐樓嘅地盤。旺角朗豪坊表面光鮮，底下係人命堆砌，貪住皇位唔經舊齡，電梯就變鬼門。呢啲唔止都市傳說，係提醒夜晚旺角唔好亂搭電梯，特別8樓，否則你可能係下一個帶鬼行街嘅人。路斯法話你知，香港地靈異，旺角最猛。聽完朗豪坊電梯鬼，你有冇類似經歷？留言話俾我知你嘅故事。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嘅講鬼夜話，俾個 like 支持下我哋，同埋分享俾其他人。我哋下個星期6再見，繼續發掘香港都市傳說嘅另一面。